大家好，我係 Populink 嘅 Cruz， 今日想同大家介紹嘅係位於康城區嘅4房4套2000尺大平層單位 LP10， 實用面積2140尺嘅4房4套單位。我夠膽講，呢個單位嘅坐向應該係全個 LP10 最靚，可以觀賞到最寬闊嘅海景。先睇睇客飯廳，成個客飯廳開則夠深夠闊，可以令客廳同飯廳清晰分隔。呢排落地玻璃可以將整個南塘海峽嘅景觀完全引入屋內，大大提升採光度。再睇下沉區，你會見到開則加入咗流線型設計，配合埋柔和嘅自然光，成個空間感變得有時上格調。可能你會擔心弧形牆身難擺家私，但其實只要個空間夠大，擺放大型家私依然可以好靈活。全部房間都配有獨立浴室，可以造就家庭成員互不干擾嘅高私隱度。最後參觀埋廚房，淺木色配灰色主調，加埋隱藏式燈槽，令成個氛圍都變得溫暖。廚房同時配置德國名牌廚電，有氛圍感得嚟又不失實用性。如果你都想親身感受呢個最強海景，立即聯絡我預約參觀。